於字共12筆。第一不豎，第二不橫接，第三不橫，第四不撇，第五不捺，第六不橫，第七不豎，第八不橫接勾，第九不橫，第十不橫，第11不豎，第12不豎勾。左右列球。喻的字義：比方、比喻、譬如。明白、了解、不言而喻。家喻戶曉。說明、使人了解、曉諭。喻之以理。成。喻的詞性分類解釋：動詞。告知、說明。諭、曉諭、告語。淮南子，無，曉然意有所通於物，故作書以喻意，以為之者也。史記卷52，齊悼惠王逝家，乃留兵屯陽，使御齊王及諸侯，與連和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。通諭。知道、明白。喻，家喻戶曉，不言而喻。唐白居易秦中飲，買花，低頭獨長嘆，此嘆無人如。比方。喻，比喻，譬如。看，王充論衡，知己，何以為辯？喻深以淺，何以為治？喻難以易。名詞。成。喻宋代有喻書。